休息一会儿吧，妈妈上班累了。累了就不去上班了呗。那不上班谁养我？我姥爷养你20年，我爸爸养你40年，我再养你20年，这不是就行了？你还上什么班？哎呀，你这是哄我，让我给你做好吃的吧？才不是哄你了，就是叫你享福。行，你画的饼我吃了，你想吃什么？妈妈，你做什么我吃什么，主打不挑食。中午去看冰箱有什么？啊，我大孙女都小两腿儿，那就给我看有枣树。就要多吃点，快长大，养妈妈嘞。好，你刚才说你要挣钱养到妈妈80岁，如果妈妈活到100岁呢？没有问题，我就一直养着你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我一直咱养的好好的。汤妈，有你这句话，你妈妈跟夏老师干活了。你要刚才知道了。挣钱都是你的。能喝到人家，肯定能喝的。